个，这是一种方言，古老河古藏个，学在里面做到好了，这下古就了，古路里做嘢係，只頭古正咩咩，這古這裡只保給你啦，這古路里都是那個，當你弄了你保古都做的，在那古路正門上場，一下你門里都搞古，那是你要古都做的喏，你說的，老人那個，我都古意思保。我都故意啥谁的说的都用高中找的讲的莫清莫错，但是故意去报你说的，你在原地老人报的讲故意去报，我主要莫路关这脑海点，你中更考试，你领导老师那过来会参考呢，你还错，一样的古人是，你领导他就从你自己跟你讲说的那到，参考呢你后些你怎样过？我到时候你讲的是让领导是，哎，我长大。
这人那是来这里走走，不是呢，不是了，说一下站着不是人呢，对，不是呢，对了，说一下站。